專題靈修系列，生命的操練與進深，第35天，馬大的手和瑪利亞的心。路加福音10章38至42節。他們走路的時候，耶穌進了一個村莊，有一個女人名叫馬大，接他到自己家裏。她有一個妹子名叫瑪利亞，在耶穌腳前坐着聽他的道。馬大伺候的事多，心裏忙亂，就進前來說：主啊，我的妹子留下我一個人伺候，你不在意麼？請吩咐她來幫助我。耶穌回答說：馬大，馬大，你為許多的事思慮煩擾，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。瑪利亞已經選擇那上好的福分，是不能奪去的。寶玲同我最近迷上咗一個叫做《廚神爭霸》嘅電視節目，我哋從來冇錯過任何一集。如果要外出嘅時候，寶玲會先將佢錄低，等我哋翻嚟再睇翻。參賽者每製作一道菜嘅時候，都有嚴格嘅時間要求，每個步驟都力求準確無誤咁銜接得天衣無縫，壓力相當大。通常完成嘅時候，時間啱啱好，1分鐘都冇多冇少。當我讀到呢一段熟悉嘅經文，睇見呢兩姊妹用唔同嘅方法嚟服侍耶穌，我就覺得馬大好似喺度參加緊某種嘅比賽咁，為要贏得主嘅歡喜。我似乎睇見佢喺度洗鍋、切肉、預備蔬菜、調製醬汁，而呢個時候，瑪利亞卻係安靜咁坐喺耶穌嘅腳前。講真啦，我真係好似馬大嘅。我係相當事務型嘅人，無論係生活定係侍奉，我都係力求完美，做到最好。事務型嘅人通常都係好能幹嘅，總係將事情做好。但係另一方面，佢哋由於過分專注做事，往往會忽略甚至傷害到身邊嘅人，將優點變成缺點。對呢樣嘢呢，我要格外嘅警醒啊！另外，呢一個故事俾我睇見自己嘅另一個問題，就係容易失去那上好的福分。當忙到冇得唞嘅時候，馬大開始變得煩躁，佢甚至會抱怨同埋嘆氣，希望呢瑪利亞會注意到佢。但係瑪利亞卻絲毫係冇察覺到馬大嘅情緒，呢個令到馬大更加焦躁。馬大終於忍無可忍啦，要發火啦！佢將不滿嘅情緒都傾倒喺耶穌同埋瑪利亞嘅身上。佢話：主啊，我嘅妹子留下我一個人伺候，你不在意麼？請吩咐她來幫助我。耶穌溫柔咁責備馬大，卻稱讚瑪利亞，話佢已經選擇較好嘅。Mary has chosen what is better。耶穌對瑪利亞嘅讚賞係值得我哋好好思考。瑪利亞嘅選擇僅僅係較好嘅 better。咁乜嘢係最好嘅呢？我諗應該係馬大嘅勤勞加上瑪利亞嘅專注。最好嘅福分就係兼有馬大嘅手同埋瑪利亞嘅心。我哋喺禮拜日會休息，安歇喺耶穌嘅腳前。其實我哋可以，亦都應該每一日都係咁。只不過係喺主日嘅時候，我哋可以有更加多嘅時間安靜落嚟，而且係放低平時各種繁雜嘅事務同埋工作嘅壓力。當我哋好似瑪利亞咁坐低安靜嘅時候，主會叫我哋嘅靈得以更新，並且激勵我哋好似馬大咁去服侍同埋工作。
願我哋都嚟到操練喺主腳前安歇嘅功課，好叫我哋能夠更加殷勤同埋信實咁侍奉佢。